搁再来看到，这是中华分园一个12岁查某囡仔，叫做张玉琪。伊出世就得到先天性皮肤三界水疱症，互人讲是泡泡凉。真细汉就因为病痛折磨，也毋过伊真严毅，凡事拢想为好的去。今年摕到总统教育奖，即马学会晓英语、台语，还有中文。伊讲伊以后想要做一个英语的翻译家，斗相共含伊共款的囡仔。为馆长的手会甲奖状收落来，伊叫做张玉琪，因为先天性的病，一个出世就得到泡泡凉病，行动无方便，皮肤嘛一直受伤，逐工爱换药啊，佮爱去适应环境佮气温对皮肤刺激的无爽快感觉，互妈妈就唔甘的。我们也不了解说这是什么病，所以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比较对。感受到囡仔对抗泡泡凉病痛苦，妈妈讲甲脑更甜，就算过甲真艰苦，毋过亲人的爱，煞嘛互福气更加乐观。相信自己我可以的，因为很多家人都那么爱我。相信家己做会到，上课真认真，毋捌无去学校，遮尔细汉就已经学会晓英语、华语甲台语3种语言。刚开始就是觉得英文很难，然后结果听一听之后，越听越熟，越听越好，就渐渐的去喜欢上它。拄到困难，用爱甲理念拼过，福气今年国校毕业，佮摕到总统教育奖，互妈妈为伊感觉真光荣。未来伊想要做一个翻译，若要帮助泡泡凉协会，嘛要帮助佮较侪像伊共款的病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